adopt a village, which means they're making a dramatic impact on families for a lifetime. Jeunesse Kids has helped provide 2 million meals to victims worldwide. Their goal is to help feed 10 million children within the next 6 months. Jeunesse may be young, but already it's a giant. Because of a solid global platform, they're rated as the third fastest growing in the industry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top 100 direct selling companies in the world. These are the types of stats that turn heads, and there is no question Jeunesse is redefining success. Okay, so it really is a lot to take in. But like I said, it's your life. And your choice. Here's the thing. Without a doubt, Jeunesse has changed the game. And now the path to a better life just got simpler. Make more, look younger, enjoy life.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eneration Young. Stop being scared. Being scared is easy. Having courage is much harder. My point is this.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re going to look in the mirror and wonder, what have you done with your life? And right now, you're alive. Your heart is beating. Look it out. OK， 各位晚上好。咁樣咧就歡迎大家嚟到我哋理想設施環球商機網絡簡介會嘅現場。咁樣咧，由於咧我哋見到咧後邊咧亦都好多嘅我哋嘅來賓啦，會係不斷咧咁樣咧進入我哋呢個會場啦。咁為咗咧可以方便到大家咧都有一個好舒適嘅位置咧可以安排到嘅話咧，咁麻煩大家咧我哋唔好預先留下一個位置啦。咁如果你哋隔離咧係有一啲叫做位置可以坐得到嘅咧，可以咧示意俾我哋可以邀請翻入緊嚟嘅朋友。我哋可以有一個舒適嘅地方俾佢哋安坐下，唔該晒。OK， 另外咧，咁我哋咧今晚嘅簡介會咧就馬上要開始㗎啦。咁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同我做一個配合，因為咧嚟緊嘅一位嘉賓咧，去同我哋分享呢一個咧簡介咧呢一個商機嘅時間咧，非常之震撼，同埋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消息。咁為免咧係阻礙咗大家嘅一個了解咧，咁希望大家可以將大家帶嚟嘅手提電話嘅裝置咧調至呢個靜音或者係震動嘅模式，可唔可以配合得到咧？好嘛，唔該晒咁多位啊！咁樣咧，喺過往咧，其實咧有好多嘅成功人士咧，咁樣都同我哋講，原來咧成功咧係咧非常之重要，而且咧係有啲隱藏住一啲密碼嘅喎。咁樣咧，我係今晚嘅司儀啦，我姓邵嘅，我英文名叫做 Lances。咁樣咧，希望咧以下3分鐘嘅時間咧，為大家帶上成功背後有啲乜嘢嘅密碼，好嘛 ？OK， 唔該。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够取得成功，然而很多人经过努力以后依然没有成功。众所周知，不是所有的人经过奋斗都能够如愿以偿，那是为什么呢？不是他们不够努力，也不是他们不够勤奋，而是没有找到成功的系统方法。根据无数成功人士的经历印证，成功等于平台加系统。当你把握了一个好的平台，在拥有一套优秀系统的时候，你成功的几率就比其他人要高很多倍。在今天这个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各行各业此起彼伏，争相斗艳，有的曾经风靡全球，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到来的今天，这些企业变得不堪业绩，有的甚至一夜之间濒临破产，而取代它的新兴互联网企业，甚至还没有任何知名度，就已经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
美商杰斯環球公司就是這些新興企業中的超級幸運者，是一個典型互聯網時代的趨勢性優秀商業模式平台。2009年9月成立至今，憑借全球領先、抗衰老生物科技產品，3年時間，業績躍居全球網絡市場第78位，成為全球發展最快的互聯網企業。是什麼造就了杰斯企業的輝煌成功呢？一切要歸功於杰斯公司背後一個偉大而又成功的市場運營系統 US 全球創富系統。該系統於2009年由著名的美籍華人 Timmy 會一手打造，歷經4年，帶領着他的商業團隊踐行了這個系統創造的奇蹟。4年成就了無數個美元百萬富翁，同時圓了世界各地無數朋友心中的夢想，也幫助到地球上很多需要幫助的人。今天我們有機會一起擁有和共同參與到這個龐大的全球系統，讓我們抓住機遇，重新規劃我們的事業藍圖，實現我們自己人生的偉大夢想。哇！原來咧呢一個片段咧話俾我哋聽乜嘢咧？成功嘅背後咧蘊藏住一個咩嘅密碼？一個時機嘅平台同埋一個完善嘅系統係咪啊？咁樣咧，以下落嚟咧，今晚一個美商智思環球網絡簡介會咧，將會邀請到一個非常之係成功嘅人士。咁佢係一位咩人咧？咁佢喺我心目中咧係一個又友善啦，又肯願意幫助好多我哋想成功嘅拍檔嘅一位前輩啦。咁樣咧，佢過往嘅人生咧係點講咧？我可以用一樣嘢嚟形容，就係大起大跌。佢經歷咗幾次嘅大起大跌，但係點解今日都會用一個咁做得咁成功呢？咁原來呢，佢除咗成功之外呢，佢仲呢用一個破紀錄嘅速度呢，去成為呢我哋呢一個鑽石總裁嘅一個級別喎。佢以1年嘅時間呢，好短嘅時間，佢就成為咗我哋香港破紀錄，成為第一位嘅鑽石總裁。請借助大家最熱烈嘅掌聲，邀請我哋鑽石總裁 Patrick Tang，唔該曬。Thank you. OK， 咁多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嚇。咁我係 Patrick， 我姓鄧嘅。咁頭先咧，阿 Lancer 咧佢介紹我咧就話，哇！我嘅人生咧即係經歷咧大起大落啊。大家唔知係咪意會行出嚟一個係一個抗癌嘅勇士啊。咁我想強調咧，唔係我嘅健康嘅狀況啊，係我喺事業嘅旅途上邊。咁冇錯，即係喺過去嘅20年啦，我經歷太多嘅即係大起大落。咁喺2012年啦，我就決定我自己唔想再過去以前嘅生活啦。咁我想真係要改變。咁所以我朋友當時咧就同我了解，佢同我分享啦，哲思環球呢個商機。當我了解完嘅時候咧，我同自己講：哇！如果我呢次咧真正我可以獲取到成功咧，我可以享受到過去20年嚇我都未嘗過嘅甜頭㗎。咁所以我當時咧決定將我自己企業顧問嘅生意咧結束咗唔做啦，全力發展哲思。咁喺短短嘅時間1年嘅時間咧，冇錯，公司咧係頒聘咗一個鑽石總裁嘅評級俾我。咁其實代表住啲乜嘢咧？當然第一財富一個收入咧係一個非常非常豐厚嘅收入，但係令我最開心、令我最興奮嘅咧並唔係話今天賺到幾多錢。當然即係賺到錢開唔開心啊，朋友？開心，但係我過去其實我根本冇時間享受我嘅財富，因為我工作咧實在太忙啦。我自己回想翻，即係悲哀嘅事情咧發生喺11年前啊！我同我太太結咗婚11年啦。11年前咧，我今天同我太太結婚，聽日就點？你知唔知啊？開工，翻工，分居，離婚，唔係嘛？即係第二日我就翻公司做嘢啦。所以我過去完全冇時間去享受我嘅財富，但係而家喺短短3年嘅時間，我喺哲思完全扭轉咗我一生。因為我同我太太同我2個仔啦出國去旅遊去玩啊，離開香港咧我超過18次啦。
大家你諗諗啊，過去10年都唔逢一閏，而家呢就點啊？3年就逢18閏啦。而呢18閏呢，係我離開咗走去，唔係離開咗，對唔住。我出咗國，我走去玩下，我冇做嘢，但係我嘅收入係冇停㗎。咁所以我諗，哲思環球呢，我喺過呢3年我睇到並唔係一門普通嘅生意，佢係真真正正啦改善咗好多無數嘅朋友啦，去改變咗佢哋一生嘅生意。咁所以呢，接住落嚟嘅時間，我會深入去同大家去剖析到底哲思環球 Jeunesse Global 我哋到底係一間乜嘢嘅公司？點解過去咁短嘅時間，我哋可以創造到咁輝煌嘅業績，而且做到今天咁嘅水平呢？因為喺全球好多經濟學家咧，佢都走去分析，佢講咩呢？佢話而家全球嘅整體大圍嘅經濟啊，每5年呢就嚟一次嘅翻牌。換句話講，財富咧係會重新再作分配嘅。咁但係呢一筆嘅財富會落入咗啲乜嘢人嘅手中呢？好，我想問大家喺10年前啦手提電話界嘅龍頭大哥，你仲記得佢叫諾咩亞？你仲記得佢啊？我非常深刻嘅印象咧係 Microsoft 微軟啊，佢去正式收購諾基亞咧，佢總裁接受微軟嘅收購咧，佢喺台上發表咗一番嘅言辭啦，佢令到我真真正正啦哼醒咗我 Patrick。佢總裁再講咩呢？佢話由開始去到而家，我冇做錯過任何一個決定，但係我唔明白點解會落入今天咁嘅下場。朋友，好多時候唔係我哋墨守成規，世界係會變㗎。香港幾廿年前係個咩靠咩為生嘅香港？捉魚嘅啫嘛，捕魚嘅一個社會係咪？係即係耕種啊，捉魚嘅啫。但係而家嘅香港呢？仲有冇人即係完全係靠捉魚為生嘅朋友？洗手間有魚捉嘅咩？即係唔係捕魚嘅年代啦，對唔對啊？而家係點啊？已經發展成國際金融嘅中心。我哋要隨住成個全球一體化嘅經濟，我哋要去改變，而且科技嘅進步咧，帶嚟俾我哋嘅生活都不一樣。叉緊電添啊！呢部咩嚟㗎，朋友？手機，仲有咧咩嚟㗎？蘋果 iPhone 係咪？你知唔知 Steve Jobs 喬布斯喺佢生前嘅時候，佢當時要創辦，佢要做個 iPhone 出嚟，佢唔係要做個電話出嚟，佢要做個咩出嚟？佢要做一樣嘢去改變全世界人嘅生活習慣。我想問下，你認為佢成功嗎？成功。佢有改變你嘅生活習慣嗎？有。佢連我阿媽都改變埋，話俾你聽。我阿媽71歲啦，小學冇畢業，中文字佢都唔識㗎，佢識講嘅啫，佢唔識睇㗎。有一日，我突然間收到，噔噔，我睇一睇，嚇，阿媽，佢 send 咗張相俾我，我即刻打電話俾我阿媽。我喂媽，安全嘛你？我猜過你啊，安全做咩啊？我點解你會識用 WhatsApp 嘅？你知佢同我講咩？好簡單啫嘛，仔，有幾難呢？我阿媽完全係停留喺嗰個年代㗎咋。我點會想像到而家我阿媽揸住個手機喺度係咁刷刷刷？而家邊個唔係揸住個手機喺度係咁捽嘅？係完全改變咗啦。但係當時有人意會到呢件事嗎？你能夠掌握到而家全球最新嘅經濟，我話俾大家聽，未來嚟緊嘅財富有機會會係重新分配到喺我哋嘅手中。所以我哋公司哲思環球咧喺6年前老闆創辦咗我哋呢個平台，佢運用而家全球一體化嘅經濟啦，運用而家最新嘅趨勢，喺09年嘅9月9號啦，正式成立咗 Jeunesse。大家熒光幕見到呢兩位就係我哋嘅創辦人夫婦啦 ，Wendy Ray 同埋 Wendy Lewis。
咁另外再配合埋 Scott Lewis 咧，我哋全球嘅 CVO 嚇，咁組成咗一個非常龐大嘅行政團隊，喺過去6年嘅時間改變咗無數人嘅生命。亦都係因為運用咗咁大嘅趨勢，因為第一我哋做緊嘅係咩呢？抗衰老嘅市場。第二，我哋主體嘅商業模式係做網購嘅，所以短短嘅時間呢，我哋6年已經發展到全球超過100多個國家啦。咁而亦都喺2010年啦，第2年我哋開始不斷去獲好多嘅獎項，而且每年屢破全球嘅紀錄。而家大家見到呢一個喺2014同埋2015年呢，我哋喺美國商界裏邊呢，有2個非常出名嘅獎項。美國人呢號稱呢一個係商界嘅奧斯卡，一個係 American Business Award， 另外係 Teddy Award 呢個泰利獎嚇。我哋喺裏邊囊括咗16個獎項，但係你可能會話：哎呀，鄧生有咩咁特別呢？特別在係 Janus Global 哲思環球。我想問朋友，喺呢個朋友未同你溝通之前，你有冇聽過 Janus Global 呢間公司啊？你冇係咪？你有冇聽過 Google 呢間公司啊？有冇聽過 Sony 啊？有冇聽過華納兄弟啊？喺裏邊呢個獎項，頭先我提到全球好多500強嘅企業都係喺裏邊去角逐呢啲獎項，但係一間你完全未聽過嘅公司名啊，我哋喺裏邊囊括咗16個獎項，發生喺幾時？就喺前年同埋上年嘅事情啫。而另外，我哋都被美國ACE500啦，去被評為我哋成個嘅 momentum 個發展嘅速度嗰個動力啊，係全球係最強嘅一間公司。喺呢一個獎項裏邊，我哋係榮獲 No.1。Why？ 到底點解會創造咁驚人嘅成績出嚟呢？一切歸咎於幾個原因。第一，頭先我提到嘅係乜嘢啊？我哋做抗衰老嘅市場，因為我哋生產出嚟公司，我哋自己廠房下，佢生產出嚟研發一系列嘅產品呢，我哋就係將青春重新定義，我哋重新去定位今日何謂青春。所以你見到我哋嘅產品系列係由外至到內啦，成個系列我哋可以做一個能量嘅平衡，由內至外啦，由外至內，我哋靚翻入去㗎。咁喺科研成套嘅產品裏邊呢，當然我哋有科研嘅團隊，特別我今天想介紹嘅呢，就係呢一位我哋非常重要嘅人物，佢叫 Dr. Nathan Newman， 佢係全球成人幹細胞再生技術嘅權威，喺全球啦，佢係非常知名度極高㗎。其實大家如果喺網上咧，OK， 隨便。其實大家如果你喺網上咧，你去 search 下，你去揾啦，搜尋Dr. Nathan Newman 咧，你會發現有好多無數佢嘅報導，因為過去佢用個全天然嘅方法並唔係話我要打任何囤積物啊，或者去點樣回復青春咧，朋友？去南韓可唔可以回復青春啊？你認為？可以短暫嘅青春係咪？嗰啲叫整容。Nathan Newman 咧，佢係用全新一個全天然嘅技術，幫助佢嘅客人啦，回復翻10幾20年前嘅青春。好消息嘅係乜嘢咧？佢係研發咗一個非常震撼嘅技術，就係從成人幹細胞裏邊啦，衍生咗一啲我哋叫做生長因子出嚟。好啦，何謂生長因子啊？問一問大家先。而家咧 Patrick 講廣東話係咪？你聽得明嗎？有啲人聽唔明啊？不好意思嚇，我說國語你聽得懂嗎？真係有人聽國語的嘞！I speak English, you know? Oh my god！ 你要我講3種語言啊？今日我再問一次，我講廣東話，大家聽得明嗎？唔好嚇親我大佬啊 ！OK， 所以人與人之間用説話嚟溝通係咪？大家同 channel OK 同一個頻道嘅話咧，廣東話你聽得明啦。咁好啦，我哋身體裏邊嘅細胞同細胞之間咧，佢哋相互都需要溝通嘅。咁但係佢哋溝通嘅係用乜嘢嚟到溝通咧？原來就係用呢個 growth factor 生長因子。而我哋嘅產品裏邊咧係蘊含咗活性248種，
由成人幹細胞衍生出嚟嘅生長因子，呢一個呢，就係全球我哋非常一個震撼性嘅技術。喺呢啲嘅生長因子裏邊咧，充斥住喺我哋成個 Numinous 系列產品裏邊，無分任何嘅膚質㗎啦，已經佢係大完全可以改善我哋嘅皮膚狀態㗎。我哋嚟睇睇一啲最權威性第三方出嚟嘅報告。鄧生講點講都得係咪？但係第三方出嚟有啲好權威性嘅檢測報告咧，佢發現用完我哋嘅外用嘅系列 Numinous 嘅系列嚇。100% 嘅使用者用完呢，佢會介紹俾佢身邊嘅親朋好友㗎。另外有87% 嘅使用者用完感覺，我年輕咗喎，我個皮膚呢係回復翻更加光滑、更加有光澤，而且有74% 嘅朋友呢用完之後覺得個皮膚更加 firm 嘅、更加繃緊嘅感覺。咁而另外一啲檢測嘅報告呢，我哋睇關於對皺紋嘅問題啦。朋友有冇人中意皺紋㗎？應該冇係咪？新年就嚟願望啦係咪？唔會話快啲巢皮啊，唔可能㗎係咪啊？大家都想點啊？將啲擊退細紋係咪啊？好啦，喺用咗我哋嘅 Numinous 嘅系列，只係短56天嘅時間啫，發現到咧，當然佢容貌唔係咁啊！呢個係第三方嘅實驗室佢做出嚟咧，佢嘅電腦嘅掃描出嚟，顯示佢嘅細紋、幼紋出咗嚟喺呢度。但係用完56天之後咧，完全明顯減少咗幾多？65%。而另外一位咧，呢啲係大量我哋呢啲檢測嘅報告啊。呢位朋友亦都係用咗56日啦，細紋嗰啲係減少咗52%。呢個係過去 Numinous 帶俾我哋好強大嘅功效。而呢位嘅朋友咧，佢係60幾歲嘅 Auntie 啦，佢6年前開始用我哋嘅產品。咁我認識佢啊，成為咗我好朋友呢個平台，叫 Winnie 佢。佢當時6年前佢同我分享，佢只係用產品用喺半邊面啫，因為佢想睇下到底呢個產品係咪咁神奇、咁好嘅效果。咁最後用咗10個星期咧，佢影咗張相出咗呢個出嚟啦。如果大家你明眼睇到嘅，你都知道應該邊佢有用㗎啦。喺大家嘅左手邊咧，係用咗我哋 Numinous 系列嘅產品㗎。有咩分別啊？第一，你見到細紋係咪少咗？減淡咗即係嗰個虎紋啊，係啦。減淡咗對唔對？第二，成個輪廓有冇發現拉升咗啊？成個扯咗上去係咪？10個星期見到咁樣嘭嘭聲走去揾佢個皮膚科醫生，咁經過嗰個嘅 Demoscope 啊，一照之下咧，嗰個皮膚底層嘅鏡啊，一照咧出咗呢個圖出嚟，咁發現冇用我哋嘅產品咧，紅當當㗎。點解？因為我哋嘅皮膚會隨住我哋嘅年齡增長逐漸變薄，而用咗我哋嘅產品咧。你發現，粒粒拎呢啲白色嘅，你睇到冇？你知道係咩嚟㗎？對唔住啊，睇唔明大家嚇。呢個叫膠原蛋白，俗稱咩咧？叫做 baby collagen 朋友。好啦，我又問下你啦，你知唔知咩人佢會產生 baby collagen 咧？整個當然啦嚇，朋友啊。即係你有冇見過60幾歲嘅 Auntie 變 baby？ 你有睇過嗎？除咗夏威夷我都未見過真係嚇。所以我哋嘅產品喺外用嘅系列咧，佢過去嘅6年無窮無盡嘅見證。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內服嘅產品啦。咁呢一個咧係我哋公司超級旗艦嘅產品，我哋叫做 Reserve。配全清華裏邊我哋蘊含咗7種天然植物水果嘅碎水物，而佢裏邊最重要一個成分咧，我哋叫做白藜蘆醇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白藜蘆醇呢樣嘢？咁過去10幾年好多醫生作出研究，佢發現白藜蘆醇咧呢個係一個全天然嘅抗生素嚟㗎，而且佢抗氧化嘅功能係極高。喺過去短6年嘅時間咧，幫助咗好多無窮無盡嘅人啦，恢復翻有個健康嘅身體。喺過去大家咧，我唔知有冇睇過一啲嘅報導喺好耐之前有一班嘅科學家咧，佢分別佢走去研究，佢睇下到底而家全球咧有啲咩嘅人咧，佢哋係特別嗰啲嘅心腦血管病啲特別嗰啲疾病咧，佢哋係比較少嘅。咁樣做完個調查出嚟咧，佢發現竟然係法國人。咁佢哋百思不得其解，點解咧？你見法國人成日食咩咧？
食嘅煎炸嘢啊、薯條啊、牛扒，成日食嗰啲嘢㗎。咁點解個心腦血管病嘅時候會比較嗰個率係會比較低咧？咁我哋開始從佢嘅飲食習慣去研究，佢發現法國人咧，佢特別中意飲咩㗎？紅酒。佢哋連 lunch 晏晝佢都飲紅酒㗎，佢無紅酒不歡㗎。咁科學家開始從紅酒去研究，佢發現到，喂，原來紅酒裏邊有好豐富嘅白藜蘆醇。個檢測結果出咗嚟咧，就發現到係咁啦。咁白藜蘆醇到底要幾多咧？一瓶嘅紅酒啦，我哋飲大概咧係有1個毫克嘅白藜蘆醇，而我哋嘅產品做晒檢測嘅報告出嚟啦，我哋一小包嘅東西啫，裏邊係蘊含咗180幾毫克嘅白藜蘆醇。換句話講，你飲一包咧，等於你飲咗180幾支紅酒啦。朋友，我想問下，你有冇方法？你可唔可以飲180幾支紅酒啊？唔可以。嗰次個朋友話可以，我哋咁勁，佢得，我分開186個月飲咪得啦，鄧生。你飲到都肝硬化，你飲到係咪？所以其實我哋嘅產品當然裏邊冇任何酒精嘅成分。有冇朋友屋企有小朋友㗎？有冇啊？我有2個，我舉2隻。冇小朋友啊，大家個個真係28歲㗎喎，18歲㗎喎，係咪啊？即係恭喜你冇小朋友你可以安心。有小朋友唔該你收埋佢佢一日同你懟晒1盒佢因為味道太好飲啦。佢當利賓納咁樣飲你經濟狀況支持到係絕對冇問題㗎。OK， 所以喺頭先我所提到嘅係咩咧？呢個係第一個最重要嘅，令到 Jeunesse 令到我哋公司喺過去6年嘅時間，點解會騰飛得咁快咧？當然第一，優質嘅產品係最重要。咁而去到第2點啦。到底除咗產品之外，老闆嘅眼光啦，第3係乜嘢咧？就係我哋喺獎金收入來源嘅部分。OK， 所以我哋喺呢個獎金嘅部分咧，好多個朋友係我唔知今日有冇在座，有冇啲朋友係打工一族嘅？有嘛 ？OK， 有大概20-30位啦無論打工嘅朋友又好。無論自己做老闆嘅朋友都好，做老闆嘅有冇舉手咧？有冇邊啲人自己做老闆嘅？5位，30幾位加5位，40位。今日呢度有110人朋友，111人今日呢度有。我想問下，其他嗰啲朋友咧，你又唔係打工一族嚟嘅，又唔係做老闆，我想問下，到底你哋做啲乜嘢嘅咧？唔使做你有所不知鄧生係咪？我唔使做，我老公養㗎係嘛？咁嗰啲男士們嗰啲，你哋點啊？老婆養啊！老婆養你命苦OK， 無論你係 OK， 大家都係唔係太過坦白今日對鄧生無論今日你打工又好，做生意又好，老公養、老婆養都好，你嘅收入來源都係得一種嘅啫，對唔對？除非你有幾個老婆。都係一種啦，咁我早啲識你應該我唔使過嗰20年做到隻劇咁啦。所以出邊往往收入來源只係得一種，但係 Jeunesse 佢提供咗6種嘅收入來源俾我哋，分開主動同被動式嘅收入。主動收入過往大家都有賺取㗎啦，譬如你打份工，你1個月唔返工，下個月老闆會唔會出糧俾你？會唔會 ？No， 絕對唔會係咪？咁你做醫生1個月唔開閘，下個月有冇錢賺？No， 亦都冇錢賺。呢個就係叫做咩手停就口停啦。呢個就叫做主動嘅收入，有做有賺啦。咁何謂被動收入呢？朋友，拆開字面解啦，咩叫被動啊？被動就係你唔想動啦，都俾人動嗰個叫被動係咪？咁被動收入就係咩呢？你都賺夠啦，你都唔需要再賺啦，嗰啲錢冇耳朵㗎，聽唔到你講嘢佢仲係嘣嘣聲咁樣走過嚟揾你。你今晚返到屋企，你扭開門見到，喂，你見到呢1000蚊紙全部着晒鞋，嘣嘣聲跑過嚟追你㗎。我想問下，你今晚返如果見到呢一幕嘅時候，你興唔興奮啊？好驚先真係咪？應該有鬼唔會發生呢件事但係如果你話有個收入咁樣追返嚟嘅話呢，係確實令人相當興奮㗎。
咁到底知識嘅收入來源同所有大家傳統嘅行業有乜嘢不一樣呢？正式揭盅我哋嚇。首先第一，我哋有個銷售嘅利潤喺傳統生意裏邊嚇，嗰幾位做生意嘅朋友應該會聽得明啊。傳統你今日如果開店做買賣嘅生意，你係唔係批發買入、零售賣出，低買高賣，賺取中間嘅差價，對不對？好啦，你係咪要擲貨㗎？你要囤貨啊？你做生意需唔需要資金啊？需要嚇。第二，燈油火蠟、鋪租、人工，全部都係你嘅經營成本嚟㗎。今天喺 Janice 喺捷斯，我哋唔需要做呢樣嘢。第一，你緊記，我哋唔係做 sales， 我哋唔係要去賣嘢，我哋只係做翻啲日常我哋每日做緊嘅嘢嘅啫。朋友，日常你每日都做嘅有啲咩？你每日都做嘅？啊，唔方便嗰啲你唔好同我講啊！你做啲乜嘢啊？你有冇試過啊？我去食邊間餐廳食個飯好食，去邊度睇場戲好睇，然後介紹你個朋友去嘅，有試過嗎？絕對有，係咪？今日喺 Janice 亦都一樣嘅啫。你首先嚟到，你會選擇，我睇到個生意，我加盟啦，加盟 Janice 公司咧會幫你做好一個專屬你自己個人嘅網站，然後你用咗個產品，你覺得好，哇有改善啦，同你個朋友分享。你個朋友要買去邊度買？佢唔係同你買，佢係去你個網站同公司買。咁公司就幫你收錢，公司物流幫你送貨配送去到你嘅朋友屋企門口裏邊。咁但係因為你做咗個動作係乜嘢？分享嘅動作啫，用過好話俾人哋聽，佢要買自己去買啫嘛。恭喜你，你就會得到我哋嘅銷售利潤啦。幾多呢？呢度係大概我舉個例嚇，譬如話我哋 reserve 我哋嘅貝泉清華嚇，記住呢度係一包嚇，一包。我哋一盒咧係700幾一盒咧係140蚊美金，唔係一包啊！嗰次個朋友聽到嘢面都青埋，哇！唔怪之鄧生你咁賺錢啦，係咪？呢包嘢賣104蚊美金 ，no 一盒裏邊有好多包，有30包嘅，140蚊美金。但係因為你已經係成為我哋嘅經銷商，公司計價俾你咧，只係89個9毫半嘅啫。大概係700蚊多啲嘅港幣，中間有個51蚊嘅利潤，大概35% 嘅利潤啦，就會落入咗喺你手中啦。咁所以如果你傳統做買賣嘅生意朋友有35% 嘅利潤 ，O 唔 OK 啊？哇，非常 OK 係咪？不過你唔好忘記啊，燈油火蠟鋪租人工全部你都要俾啊。但係今天呢度咧，你唔需要任何資金壓力嘅風險啦。第二，如果你話唔係啊，鄧生啊，我唔單止咧同我朋友分享個產品，我同我朋友講埋個咁震撼嘅商業模式，佢係咪同你一樣都係加盟啦？佢自己擁有一間嘅網店啊，咁你個朋友就會選擇一啲做咩咧？去選購自己佢適合嘅套裝。如果今日如果喺我哋香港嘅市場嚇，大部分發展嘅拍檔，當然有兩類嘅朋友選擇嚇。第一，可能你話唔係鄧生，我純粹係想試用下產品，咁冇問題啊。不過如果你話大家一齊合作發展嘅話咧，大部分佢都會選擇一個叫1年份嘅綜合創富嘅套裝。咁所以當你個朋友加盟佢選擇咗個加盟嘅套裝嘅時候，自己翻去體驗試用產品啦，你就分別會得到我哋嘅推廣返利，由25蚊美金啦，去到500蚊美金不等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嘅主動式嘅收入。而跳入去第3個部分咧，就真正落入到我哋被動收入嗰個環節啦。何謂被動收入咧？好簡單，我先同大家講講咧，就係有坐過飛機嘛？大家原來20年前大家都係 friend 嚟嘅嚇。點好咧嚇 ？OK， 第一，大家可唔可以 relax 放鬆少少可以嗎？唔使咁緊張㗎嚇。你頭先聽得唔清楚啊！我哋咧就做網購嘅生意嘅 ，OK。出邊你見到有 counter 係咪？我哋唔收錢㗎出邊，你唔使擔心啊。
啲女士嗰啲包包嗰啲唔使撳住實實啊，啲男士咧撳住唔使啊 relax 你放鬆啲啊。第二咧係頭先大家你喺邊度入嚟㗎？後邊有道門㗎嘛係咪？對唔對？即係你明唔明啊？有啲咩咁有門你隨時中意出入自如㗎嘛係咪？不過 Raymond 鎖咗啦嗬。鎖咗。OK 冇講笑大家嚇，即係冇任何壓力㗎，大家輕鬆少少可以嗎？可以。唔好嚇親鄧生，你知唔知台上嘅講者係有幾大嘅壓力？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個壓力嚟自邊度咧？我呢啲叫強顏歡笑 ，OK？ 因為我睇到台下嘅朋友咧，你哋啲樣係咁嘅，唔使咁樣係咪？輕鬆啲，開懷啲，開開心心過咗佢咪算咯，可以嗎？你就想啦。OK， 好，我講下笑下，我哋翻嚟呢度啦。所以大家有冇搭過飛機啊？有。係咁先係嘛，冇理由飛機未坐過㗎。你坐飛機係咪有飛行里數俾你累積對唔對啊？OK， 好啦，飛行里數咧通常就係、你自己坐自己累積，自己坐自己累積，儲夠咧佢就送張機票俾你啊，飛去邊度啊？飛去巴黎免費來回唔使錢啊，對唔對？好啦，自己坐自己儲嘅啫。但係今日有間咧叫做 X 航空公司嚇。佢話俾你聽，先生啊、太太啊、男士們、女士們嗱咁樣，我哋而家咧，我哋間航空公司係非常好㗎。你滿意我哋個服務咧，你坐個好，你介紹你嘅鄉親父老、親朋戚友咧，你過嚟叫佢過嚟坐間航空公司嘅飛機，佢哋相應會儲到旅遊積分，但係唔係旅遊積分。我啲 DNA 裏邊都已經有玩嘅 DNA 話俾你聽啊！10分鐘後你就知道點解。所以儲緊嗰啲嘅飛行里數咧，你個朋友儲緊，同步儲埋落你個戶口㗎。換句話講，唔係你一個人儲，所有你呢個鄉親父老咧，佢哋儲呢個分數，全部同你都有關嘅。我想問下，如果有間咁嘅航空公司，你會唔會即時過底走去 X 航空公司？會唔會？肯定會係咪？而家你有冇發現一間咁嘅航空公司啊？冇係咪？你有冇發現到一間公司類似咁嘅航空公司啊？邊間啊？捷斯啊！咁你仲唔俾個掌聲多謝帶你嚟嘅朋友？我哋點樣呢？所有嘅消費呢，公司都會有一個積分喺裏邊㗎，所以只要累積到我哋雙營運區下300、600，只要加埋有900嘅積分呢，就可以用呢個積分，唔係換飛行里數，換乜嘢呢？換比較實在嘅 cash 現金啦，35蚊美金。你要記住，第一呢900分唔係靠你自己消費儲翻嚟喎，係乜嘢啊？係你用過好話俾朋友聽，佢哋嘅消費全部儲晒落去你嗰度。900積分有幾多啊？鄧生，好，我快轉俾翻啲頁你睇。1年份嘅綜合創富套裝有幾多分啊？1000分，再加660分，咁樣就1000分㗎啦。所以900分就落。仲有你個朋友有冇 Facebook 啊？大家有冇用 Facebook 啊？有係咪 ？Facebook 今日你發咗個信息出去啊，你個朋友睇到啦，你就俾個 like 你，然後佢話哇好認同喎，跟住佢問你借嚟分享，佢係咪不斷係咁轉傳？你傳咗去邊度啊？最後翻咗嚟，你見到幾百幾千甚至乎過萬個 like 㗎。我想問下，俾 like 你啲人係咪好多有機會你唔認識佢㗎？同樣嘅道理㗎咋，不過 Facebook 你冇錢賺㗎，而今日 Janice 用翻同樣嘅概念，每900積分就俾你。我當時睇35蚊美金，等於港幣嗰啲錢啫，200零蚊啫嘛，咩事咁興奮呢？朋友，一次就200幾啫，10次就2000幾㗎啦，100次呢就2萬幾㗎啦，咁樣計落去唔係細嘅數目啊！所以公司最多俾我哋累積，因為佢不斷轉傳啦，你嘅朋友佢再同人哋分享，你唔認識佢㗎啦，而且無國界㗎。Patrick， 我話俾你聽，點解我咁興奮？我當時嚟到，我睇完之後，我3晚瞓唔着覺。我第一個月26間網店加盟咗，
但係發展嘅咧只係得6間啫。你知唔知而家我網店超過4萬間嘅網店分佈喺全球超過36個國家，朋友。我唔識嘅好多人，我都唔知咩人喺度消費。我非洲有一班網店嘅團隊喺度，我話咧我見我都未見過，係咪嗰啲紅番嗰啲嗰啲我都唔知啊，我未見過啊！好多國家我連去我都未去過，有一個叫咩聖誕島，我唔知咩嚟嘅。有人喺嗰邊啊？咁呢啲人我認唔認識㗎？我唔認識㗎。你 Facebook 見到有時有啲人啊俾 like 都唔知嗰啲咩文嚟㗎，係咪巴基斯坦文啊、日文、韓文啊，你都睇唔明嘅。但係嗰啲唔關你事嘛。但係今天喺 Janice 不一樣啊，所以公司一路咁樣轉傳，佢都要有一個限制㗎。佢最多喺呢個部分嚇，每個星期俾你750次。深水埗嘅朋友，750次乘每一次35蚊美金，等於幾多錢呢？26,250蚊嘅美金。折合翻港幣，大概一個星期嚇幾多錢啊？大概21萬。朋友就係咁樣分享下，一個禮拜賺21萬，你認為 O 唔 OK 啊？OK 啊！咁勉強你啊？一個星期最高21萬啊！你係咪聽到21蚊啊？一個月你知唔知幾多錢啊？80幾萬喎，一個月喎。朋友你打咩工？你打咩一個月打80幾萬出嚟啊？我哋講緊而家係充滿自由度嘅工作，話俾你聽。打劫係會令你喪失自由㗎，所以唔係喺呢度談論嘅嘢嚟嘅，話俾你聽。我當時睇到80幾萬，我聽到手心冒汗，我邊有大家咁冷靜啊？我砰砰聲咁急不及待出去點樣開網店？你快啲同我講啦，朋友，你有冇個咁嘅感覺啊？冇唔緊要啦嚇，去到而家我睇大家應該未有㗎，跟住落嚟就有啦嚇。OK， 有冇試過介紹朋友？介紹份工俾朋友有冇試過啊？絕對有係咪啊？哇！個朋友賺到錢啊，好開心啦！好啦，我想問下，你介紹份工俾你個朋友啊，你個朋友咧賺到錢啦，關你有冇事㗎？冇事關你冇事㗎，最多請你食餐飯咯，係咪？哲思就不一樣啦。你介紹個朋友嚟，佢會得到剛剛嗰個嘅積分返嚟。所有你個朋友得到呢一個嘅積分返嚟咧，你額外多賺幾多？20%。換句話講，如果呢個朋友一個月，哇，佢賺80幾萬嘅話，你喺呢一個部分額外一個月多賺幾多啊？10幾萬一個月。好啦，一個就係咁啫喎，呢個係冇上限嘅。我哋，你可唔可以介紹多第2個、第3、第4個？可以嗎？絕對可以啊！而且係按照你喺我哋個網店嘅級別啦，而你所得到嘅係更加多、更加不一樣。唔單止淨係你個朋友，你個朋友介紹落去唔認識嘅人啊，你同樣會得到。所以點解我話經營者嚇嚟到佢會選擇一個我哋叫1年份嘅綜合創富嘅套裝呢？因為喺呢個部分，公司會送埋喺頭半年嘅呢個部分嘅獎金咧，係額外送埋俾你㗎，俾咗個180天嘅藍寶石級資格你㗎。OK， 好啦，第5就係額外嘅獎賞啦。呢一個係點咧？頭先咪講過20% 嘅。如果你個朋友用完個產品，佢發現咦好喎，佢每個月只係重複消費一樣嘢啫。舉個例，佢買多1盒我哋嘅佩泉精華，記得大概幾錢啊？700零蚊港幣啫嘛。OK 啦，或者佢買1支嘅精華幾錢啊？700零蚊港幣，60個 CD 嘅啫。你有5位咁樣滿意嘅消費者，佢每個月走嚟再消費一樣嘢嚇，恭喜你，你會得到唔係20%，係25% 啦。如果有10位嘅話咧，你就會增加到30% 啦。換句話講，你嘅朋友喺呢個部分得到嘅獎金啦，你會額外多賺30%。大家試想像一下，今日你個朋友，你介紹份工俾佢，哇！佢即係成為半個打工皇帝咁滯啦，每個月咧賺10萬蚊。佢個老闆為咗多謝你，哇！多謝你介紹咗個 top fit 嘅員工過嚟俾我，
好啦，咁樣我俾個獎勵你，我個個月出10萬蚊糧俾佢，額外出多3萬蚊嘅回人費俾你啦。你有冇揾到啲咁嘅公司啊？有都最多俾封大利是一次俾你啫，係咪？會唔會俾你一世㗎？你有冇揾到啲咁嘅公司？冇，認真諗下。6年前出現咗啦，呢間就係捷斯環球啊。咁而家有冇少少嘅興奮啊？又有啦嚇，更興奮嘅，聽埋啦嚇。第6，全球分紅，公司會將全球嘅總業績 CV 3% 撥出嚟分。好消息嘅係乜嘢？喺早幾日，老闆喺美國 OK 同我哋系統嘅創辦人全球嘅人 Kim 做咗個發布出嚟，係振奮人心嘅好消息。一間公司佢如果要單年用1年嘅時間去做到1個 billion 嘅業績，1個 billion 等於幾多錢呢？10億美元嘅業績，需要時間去做係咪？由亞當夏娃嘅年代去到呢度，你識唔識亞當夏娃？你唔識佢啊？唔着衫褲嗰個啊？唔係冇衫着冇褲着嗰個啊？用樹葉遮住嗰個啊？由當時嘅年代去到而家，我話俾你聽，喺成個網絡營銷行業，從來未試過有一間公司只係用短短6年嘅時間，喺單年創造10億美元嘅業績。我話俾你聽，喺早幾日公司發佈出嚟啦，全球第一間公司最年輕嘅，用6年嘅時間已經突破咗呢個紀錄，我哋成為咗全球嘅 No.1。朋友，10億美元折合翻港幣大概80個億，係咪？80個億 CV 嘅3%，我又想問下你啦，你認為 O 唔 OK 呢？好 OK 係咪？你知唔知俾咩人分啊？係鑽石分嘅。我知，我知。你明唔明點解鄧生今日要當時我將我企業顧問嘅生意我結束咗唔做，我全力要經營捷斯，因為當時我嚟到我問個介紹人，我問佢：喂，鑽石分紅，哇，唔係搞笑喎，嗰個餅好大啊，係人哋國家做嘅業績，唔係我做嘅，直頭唔係我團隊衍生出嚟㗎，人哋做嘅都同我有關啊。喺過去你有冇機會可以得到呢啲咁嘅分紅㗎？有，你大嘅投資做咩啊？你買啲大藍籌咯，佢年年分紅俾你啊，但係有冇咁嘅分紅俾你啊 ？No。所以我當時我問個介紹人有幾多人啊？佢話大概係20零位鑽石啊，3年前啊，唔係嘛？我20幾位個餅咁大，邊度食得晒啊？我就決定全力去追。我為咗啲乜嘢呢？我要公司個圖，呢一個圖裏邊呢，有一格寫住 Patrick 咁樣喺度。最後我2013年嘅12月31號1年上鑽石嘅夢想我達成咗啦。我由13年等到而家，公司個圖呢都唔寫我 Patrick 呢個名上去，但係我每季都分緊啊！我想話俾大家聽，我唔係講話Patrick 你有能力做到 ，no。我話俾你聽，我過去就係因為打我自己個人嘅能力出咗事。我今日喺呢度唔係因為 Patrick 佢咁努力做翻嚟，我做到 no。我想問下大家，第一，今日我叫你講，你識唔識講啊？識講。你應該唔識係咪？好啦，你諗下，我第一日嚟到嘅時候，我識唔識講啊？都係唔識係咪？咁今日你係咪知多咗好多啦？邊個同你講㗎？係咪你個朋友同你講㗎？邊個同你講㗎？今日呢啲嘢，嚇死我大佬！我講半個鐘頭無功都有勞啊！講完你都唔知邊個講，咁同我仔有咩分別咧？係食飯啊仔，食飯啦，食飯啦，嗰個叢林啊，你明唔明啊？邊個同你講啊？系統嘅講師同你講㗎。我當時嚟到都係系統嘅講師同我講㗎，我都係唔識講㗎。有冇人識煮飯㗎？整舉手睇睇。
我咁少？唔好意思啊，你媽咪都識煮飯，舉埋手睇睇。都多啲咯喎，朋友你食咩大㗎？一日午餐出前一丁㗎嘛。我想問下大家，你煮飯你回想翻你第一日煮飯嘅時候，你點煮㗎？你就睇住阿方太與你啊，係咪？哦，2滴麻油，4羹鹽，鹹死啦嚇！幾多豉油係咪？你攞個涼杯咁樣攞手震震咁樣涼落去係咪啊？而家點煮飯啊？而家你點煮啊？你問下阿芳姐點煮飯啊？拿炸鹽炸，跟住砰砰砰，你大廚咁樣開飯啦！咩係涼杯啊？隻手已經做咗涼杯啦，係憑感覺去煮啦，用你嘅潛意識去煮啦，對嗎？你都唔係好明，有冇朋友揸紅 van 㗎？冇啊！我真係要表揚你啊！話俾你聽啊！8號風球，橫風橫雨，雙黃線禁區，有人截停你架車，佢要上客。個紅 van 嘅司機就及晒有冇白炸、差佬、咖啡仔，睇勻晒所有冇先，然後開門佢俾你上。上嚟嗰個係高係矮嘅、肥嘅、瘦嘅、4眼嘅，佢認住你個樣。落車嘅時候永遠唔會收錯你錢㗎。嗰支嘅波棍同埋嗰個門棍喺隔離，佢永遠唔會推錯㗎。烈火戰車咁樣響。我叫你而家你架紅 van 你揸到佢咁樣，你得唔得啊？幾年後你估下你得唔得？你勁過佢啊！如果你日日揸嘅話，我3年時間日日我就係投入喺哲思，唔識都聽到識啦。用潛意識嚟講嘅咋，所以我當時我都係唔懂㗎，唔係我做出嚟㗎。今日呢個 diamond not me， 唔係我做㗎，係乜嘢？係系統協助我做出嚟㗎。不過今日我有少少嘅成就，我咪回饋翻俾翻個系統咯。賺錢就係咁簡單啊，朋友！我今日見到好多新嚟第一次嚟嘅朋友 ，OK， 可唔可以幫我做少少嘢？可以嗎，朋友？可以。哇！你咁慷慨嘅？唔知做乜你已經應承我係咪？想當年我同老婆求婚係咁就好啦。你幫我做一件事，我認真嘅 ，OK。好多新面孔嘅第一次上嚟嘅朋友，我知道。你幫我做一件事，你望一望，帶你嚟嗰位朋友，坐你隔離，帶你過嚟嗰位朋友，你而家即刻及一及，你睇下佢喺度做緊啲乜嘢？第一，我發現好多喺度做緊咩咧嚇？佢做緊咩咧喺度？佢咪翹埋手啊咁喺度，佢眼啦係咪？第二，你知唔知佢個心諗緊啲乜嘢？喂，肥仔你講好啲啊！啱啊，你咁講啊啱啦。佢就係咁翹埋手硬下咁樣就賺錢啦。你想唔想好似佢咁啊？你想唔想？好簡單啫嘛，轉頭完咗即刻交埋。聽日你帶朋友嚟，咪輪到你銀咯。破紀錄呢次 ，OK， 講咗35分鐘，有一次真誠嘅掌聲出現啊！真正，唉，任務完成 ，mission complete。另外咧，我過到嚟頭先我講，即係我開心係公司請我去好多嘅旅遊。我哋每年咧公司辦2次嘅大旅遊嚇，我哋叫大旅遊點解咧？因為係好多人去㗎。咁我好記得我2013年嚟到第1年咧，公司就請啦個大旅遊咧去咗地中海嘅遊輪，哇非常好玩！嗰隻遊輪大到無倫嚇，我哋玩咗唔知7日定係8日，我唔記得咗啦。即係遊輪我都係玩咗一半啫。咁好啦，2014年咧更加震撼啦。點解咧？老闆決定咧就北上同我哋，即係唔係香港啊？對唔住啊，去深圳咁 cheap 嘅設施啊 ！No， 我哋喺加拿大北上啊！加拿大再上係邊度啊？阿拉斯加。咁公司咧又係遊輪啦，就經過哇啲冰河啊咁，跟住就向阿拉斯加進發。我同你講震撼啊，非常好玩。咁啊，老闆同埋我哋一齊㗎嚇，但係唯一嘅缺陷係乜嘢咧？就係好鬼凍。跟住我見到老闆，我同 Wendy 講：哇 ，Wendy，very cold。我啲英文唔係好得，你知啊 ？Wendy 嚇係咩 ？very cold 啊 ？OK 啦嚇。2015年去邊咧？去杜拜。杜拜喺40幾度嘅高溫，幾千人喺沙漠嗰度 BBQ。
震撼㗎，我話俾你聽。你叫你個朋友你上去 YouTube，你 search 翻啲影片，你睇下點樣幾千人喺個40幾度高溫 BBQ 咧，爭啲人都熟埋。我哋喺個沙漠度唱熱情的沙漠，好玩啊，難忘。咁啊當然見到老闆啦，又同佢齋認㗎啦我，哇 very hard。跟住咁你個友仔真係煩啊！又一時又 very cold 又 very hot。最後2016今年5月1號，我哋定咗個目標去邊呢？唔好煩啊！佢話：唉，我再翻炒咁啊！請你去地中海遊輪咧，就再玩多次。5月1號喺西班牙嘅巴塞隆拿集合上船吧啦！喺今年。哇！我當時聽到興奮到無倫啦！哇！竟然有機會，上次玩咗半隻船啊！唉，呢次咧玩埋嗰半隻啦，鬼整佢！呢次老闆咧就 book 另一隻船，呢隻船比上次更大，19層樓高嘅郵輪。哇！即係呢次又玩半，應該要玩1/4隻啫呢一次嚇。所以我哋嘅大旅遊動輒都係哇幾千人去，好震撼。點解？其實我哋係俾啲好新加盟嘅經銷商係去一個體驗，一個 experience， 即係等於有啲人唔好意思啊，體驗下。譬如去 Starbucks 啲人話飲咖啡啊，啲外國人話去 Starbucks 唔係飲咖啡嘅，星巴克做咩咧？去 experience the life 係咪啊？去體驗下個生活係咪啊？同樣地，今日哲思都係做咩咧？去體驗。點解？因為唔單止好玩喺裏邊咧，你會認識到好多全球國家其他嘅朋友，你都會認識到喺裏邊好多交流啊、學習嘅機會，而且喺裏邊隱藏咗好多嘅商機。所以我哋哲思透過頭先個種咁多嘅嘢咧，喺短嘅時間，我哋已經喺網絡營銷界喺前年已經評級，我哋成為38位。上年嘅評級肯定更加震撼，不過而家未發布啫，發布咗應該排行10幾㗎啦。不過呢個等公司正式嘅發布。所以哲思嘅一切頭先我已經講咗，但係最重要係咩呢？係我哋系統嘅配合，因為我哋呢個已經係被驗證過嘅系統。大家頭先有冇睇到我哋嘅3分鐘嘅短片 USGS 對冇？呢個系統咧已經過去6年被驗證，締造咗無數美元嘅百萬富翁。我哋系統嘅創辦人 Kim， 佢唔係教懂我 Patrick， 教懂我哋點樣去揾錢 ，no， 佢哋教懂我哋點樣做一個真正有用嘅人，令到喺呢3年嘅時間咧，我嘅人生完全改變。係乜嘢？係我嘅心態完全改變咗。因為喺呢3年嘅時間咧，我睇到好多喺全球。Kim 咧帶我哋去好多國家，我哋去做巡迴啦，我哋去做演講啦，我哋去同大家嘅交流啦，太多嘅故事，因為哲思改變咗好多人一生嘅故事咧，全部入晒喺我心裏面，令到我非常嘅感動。咁所以今天咧好難得，我亦都邀請咗咧3位嘅朋友，唔好由 Patrick 去講啦。佢哋嚟自咧都係唔同嘅階層啦，但係佢哋都有共通點就係大家都喺哲思度碰頭，而且咧已經慢慢開始得到真正佢哋人生佢哋想要嘅嘢，想要嘅方向。不如咁，我哋用短幾分鐘嘅時間啦，我介紹佢哋，等佢哋啦同大家去作簡單嘅分享，好唔好啊？好。第一位嘅朋友咧，佢過去為我哋嘅系統去付出咗好多。我形容佢咩咧？即係衣櫃裏的唔係 sorry 啊，有首歌叫《衣櫃裏的男人》嚇。佢係呢個櫃咧背後嘅男人。咁呢個櫃背後嘅男人咧就係阿 Stanley 同埋 Lance 出嚟亮相，大家俾個掌聲佢哋好嗎？音控嘅部分咧已經由佢哋接軌啦。呢一位嘅朋友咧，佢從喺我哋系統付出好多，做好多嘅嘢，默默嘅付出。而亦都係因為佢呢份精神啦，喺我哋嘅平台咧，短嘅時間咧，佢已經成為咗我哋嘅藍寶石。有請我哋嘅藍寶 Tracy。第2位嘅朋友咧嚇，第2位、第3位，大家你要小心佢。點解？第一咧辣手嘅嚇，第2位嘅朋友咧新鮮滾熱辣出爐嚇，佢咧係我哋嘅紅寶石。但係我睇到有個特別，我當時咧我聽到。佢係剛剛喺12月份成為咗紅寶石。咁我聽到咧，阿 Vicky 我哋嘅鑽石講話，邊個咧想紅寶石？我話
佢想紅寶石，你點解會令我咁驚訝？並唔係因為佢嘅能力嚇，係我睇佢已經係人哋嘅嫲嫲嚟㗎啦。到底做咗啲乜嘢喺呢個平台咁短嘅時間拍成為咗我哋嘅紅寶石總裁呢？等佢去同大家分享。有請我哋新鮮滾熱辣嘅紅寶石 Grace 歐陽。第3位嘅朋友呢，佢嘅經歷嚇過去同我都有相近似嘅，都係上完嘭又落啊！咁但係當然啊，嚟到智思呢個平台呢，真正翻轉咗佢嘅人生。同樣地，你要小心佢，點解？因為佢亦都係新鮮滾熱辣嘅綠寶石嘅總裁啊！有請我哋嘅綠寶石 Emerald 阿 Jenny。OK， 咁我唔阻大家時間啦，我將時間咧交俾台上我哋3位嘅分享啊！有請 Percy。係，大家好啊！我個名叫做 Percy Fu， 咁啊冇乜人姓，冇人叫呢個名。咁但係你記住咧，銅鑼灣有條波斯富街咧，你就會好容易記得我個名㗎啦。我本身咧從事呢個人類文明最傳統嘅行業，大家估唔估係咩啊？唔好以為我揾個身體嚟賺錢啊！咁我80年代嘅時候咧，喺呢個理工學院嘅成衣及紡織系畢業。咁當時其實好多朋友都問我啦，夕陽工業點解你都要做啊？咁樣，咁但係我心諗係人都要着衫㗎嘛，除咗頭先阿 Patrick 講亞當夏娃啫咁好似在座各位咁多位坐喺度，有邊個冇着衫嘅？點會冇得做係咪先？咁其實我當初發展呢個行業裏邊咧都絕對唔差嘅。我曾經喺日本三菱商事做過，全世界最大嘅企業之一。我亦都做過美國一間最大嘅服裝郵購公司。